向请到早，欢迎收看今日1月21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因为鼻流即阵疫情加悬，目前有通报189个确诊。咱疫情指挥中心伫早暗时宣布讲，咱台湾甲鼻流的旅游气泡，对明仔开始要启动入境的加严管制。对鼻流入境咱台湾的人，嘛爱踮机场做 PCR 采检，而且爱进行5天加9天的集中检疫措施。严格疫情指挥中心嘛强调讲，目前这粒气泡也未破去，会继续观察鼻流的疫情，再去做调整。保留进前因为境内零确诊，台湾甲保留旅游泡泡是个人唯一转来了无需要隔离的境外旅游行程。原本转来了只要5天的加强版自主健康管理，搁加9天的一般自主健康管理。这嘛因为保留疫情累计确诊有189例，伫最近7天确诊有157例，其中9例是本土个案。指挥中心自2日开始启动保留入境加严管制措施。入境的时候要做 PCR。然后要到那个集中检疫所集中检疫所5天的公费入住集中检疫所，然后 PCR 采检后，那再加上9天的加强版的自主管理，那到第14天的时候，13、14天的时候再做一次 PCR。保留入境台湾就要做 PCR 采检，公费带集中检疫所5天，早期加强自主健康管理9天，搁再进行一般自主健康管理7天，加强采检的次数。入境迄天、第5天、第13、14天要做 PCR 采检，第8天、第11天，抑个第20、21天之间就要做快筛。但是了讲，即马台湾保留旅游泡泡也未破，会评估相关指标，再个做决定。最主要还是它的本土病例的增加了那有，譬如说有一些社区传染的这些可能性，或有一些相关的群聚，那当然就算是我们的一个警戒线。没有特别的变化，我们就继续观察3、4周。那一有变化，我们就立即采取行动。指挥中心讲，旅客若是想要向旅行社退钱，扣款未超过5%。唯一特别台湾保留航线的华航宣布，散客加团体旅客，华航拢未收退费的手续费，机票也让专业退。台湾保留旅游泡泡2大业者，KKday 也个向事旅游也拢宣布，未向旅客收5%的旅游保障费。记者综合报道。本土疫情也咧传，台北市早暗时新增加2个人确诊，一个是有去过国家音乐厅甲春水洞餐厅，另外一个是台北市石牌国中学生囡仔的家长。那东光大学城中校区因为有确诊者的卡热，学校扩大采检了后，即马佫验出一个阳性。台北市伫早暗传出新增加2个确诊病例，也未列暗号。其中石牌国中一个学生囡仔的家长，因为甲按18051伫台东鱼片校区的诊所内底卡只有顶塔红验出确诊，那伊的囡仔昨昏有去学校，所以学校即马要针对400多个学生扩大采检。另外，东吴大学城中校区因为会借教室予外口人使用，昨昏验出第2个有去过学校的校外确诊者。台北市卫生局已经去学校要替老师甲学生扩大采检。台北市立联合病院的和平院区嘛会成立东吴专案协助采检。来关心咱国内昨昏是新增加13个本土病例，其中有3例是出现伫高雄。那阿东病院去围调的护理师，即马伊的后生嘛已经验出是阳性。指挥官电视中是表示，目前咱台湾尚无有4条传播链，也找无感染源。另外，上新的消息，民间买的关乎政府的辉瑞 BNT 预防车，伫今日透早5点多，第16批已经送到咱桃园机场，这嘛是今年9月第1批。国内新冠疫情继续炭烧，指挥中心宣布增加24例境外移入甲13例本土个案。这13例中有3例是伫高雄，会方发现是因为11255例无满5岁查甫囡仔有相关症状，要就医看病后验出阳性。刷落来采检伊的父母11256、11257例也拢是阳性，目前感染源不明。父亲本身他的工作跟高雄港的工作是有相关。那高雄市现在卫生局也积极开始疫调，那好像父亲也有到北部的一个足迹在。同款感染源也无清楚的113例是一名40多岁科技厂的员工，伊的妈妈115例也确诊，目前往大南市场买菜，分别做过2期到3期疫苗，有缘确诊，相关疫调也来进行。
另外，捌去过金松歌友会客运车司机17368个，伊捌载过西药剂的患者甲家属，两个人拢是伫病院由因转用确诊，判断对社区影响较细。另外，101个是一位机场的女保全，伊是进前确诊女保全17371个的舍友，当时已经伫集中检疫所隔离，即马基本检验阳性。他是之前前案有一个17371就第一位确诊的这个机场保全，他们两个是一起住的CT 值是36.4，所以评估对这个机场的影响是很小的。另外，中立西堤相关个案高增加4人确诊，其中116、137个捌伫1月初9到西堤食饭，115、113个是三代同堂用餐的阿公阿嬷，两个人1月16封口的隔离2采确诊，也有阿东病院调病护理师17967个的另外一名3岁后生，伫厝隔离了后采检由阴转阳。到亚东医院，我们现在是密切。在继续在追踪，不过在医院里面并没有查到任何阳性的个案。指挥官陈时中表示，最近的新冠本土疫情除了桃园，包括双北、新竹，甚至南部的高雄，拢已经传出有确诊个案。大南市场高雄市阿东病院、新竹市4条传播链拢会列为调查重点。另外，无体内疫苗有药状丰富，后礼拜会为疫苗到位，民众会当放心。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高雄传出一口13个人去围着，目前也唔知影感染源。这囡仔读的幼稚园，其他的囡仔甲家长，即马经过采检了后，已经互送去防疫旅馆，爱隔离14天。若去围着的即个爸爸，伊伫初10到19，拢伫家人，拢伫高雄港做事。即马市政府嘛要扩大采检。家长挂行李去幼儿园集合，准备陪囡仔去防疫旅馆。高雄凤山乡亲幼儿园20中昼接到通知，幼儿园内底的囡仔出现确诊，所有囡仔拢爱做检验，扣列79个人，全部坐防疫专车送去防疫旅馆隔离。他说大概3天左右。老师那时候是说先做筛检，然后看结果怎么样。家长收到通知到学校一个检验了后，伊才有接受数隔离14天，恐惊爱伫防疫旅馆过年。环保局也来消毒。高雄5个月后，佫出现本土病例，是一家伙3个人。按18155查甫囡仔19因发烧等去高雄中间就医，无想到检验了后是阳性确诊。卫生局考虑查甫囡仔的爸母了后发现，爸爸15度有家嫂的镜头，一个检验个人相亲原来确诊，感染源不明。父亲母亲都没有很明确的北部的旅游史，当然这部分我们都还需要再做进一步的调查。这个家庭规定小话拢总考虑362人，其中妈妈这场接触数就达到218人。卫生局公布，包括幼儿园、水疗馆、爸爸工作的高雄港2只船，也有妈妈去买物件的 Costco 这个所在，相关场所拢已经陆续消毒啊。按156，针对他工作的接触者，包含相关的一些外籍轮船，或者是国际商船，以及相关的交通船，以及就医的诊所。因为爸爸捌伫高雄港接触过6个伫咧船顶工作的人员，包括着外国籍船员。市政府下晡紧急调回1月初10至19期间，港区甲船顶工作人员进行检验，希望赶紧查清楚感染源，也确保疫情无传开。记者综合报道。再会关心天气，今仔日受东北风影响，全台湾拢会落雨。气象局早起嘛有针对宜兰、嘉南、新北、花莲甲大东5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咱做伙来看云图。今仔日南边的云系向北边甩，所以嘉南北海岸东半部雨水会较高，落雨时间嘛会较长。恒春半岛中部以北嘛有低暂阵雨。气象局早起是有针对宜兰发布大水雨特报，而且针对嘉南、新北、花莲、台东发布大雨特报。今日透早的上低温是出现伫芬林，敢若13度半。严格日时，各地温度会小可回温，温度是伫15度至26度。若礼拜一开始，各有方面会较贵，所以落雨范围共款会变快，会影响到后礼拜四，中部以北后礼拜四进前规工拢是湿淋淋。南太平洋的东加王国15发生海底火山大爆发，所有通讯即马拢断去，火山灰已经污染当地环境，地区无清气水通啉。纽西兰、澳洲、日本即马拢出去斗3工，嘛出动军用运输机，甲食食水、生活物资送到位，协助当地人。
这款一箱一箱用塑啊包好的物资搬去哩军用运输机，是准备要送去东家的救援物资。伫南太平洋的东家王国，最近因为海底火山爆发，引起15公尺悬的磷磺涌，造成真侪多数家主体损害，通讯中断。官方讲至少3个人死亡。But the first explosion happened, ringing. Our ears were ringing, and we couldn't even hear each other. So all we do was mimically pointing to our families to get up, to get ready to run. 东家在后的画面，即马一直传出来。火山喷发了，东家所有路拢嵌一沿火山灰，火山灰也污染民众啉的水，即马无水通啉。边海国家纽西兰、澳洲20用军机、军舰紧急送包括食物、饮用水、海水淡化设备，一个必然所需要用到的救援物资，伫下昼到暗时就会送到当地。因为东家王国到目前只敢若一个新冠肺炎的确诊个案，所以送救援物资时阵，全程拢未有人员的接触，以免甲病毒炸入去。专家讲，全世界暖化愈来愈严重，气候变化可能会造成磷磺涌、热天气、暴雨大洪，拢会威胁南太平洋多数国家的生存。海平面伫咧未来10年会一直升悬，磷磺涌甲大雨大洪，拢可能会影响到国家深的内陆，造成国家大的破坏。东家王国附近的海平面每年拢上升6毫米，除了国土愈来愈细。也会加重农业土壤被破坏、海岸侵蚀，破坏会当消透海洋灾害的酸雨打甲红树林。伫过去4年，东家甲附近的国家就拄过2遍5级的飓风，经济损失几落亿美金。再加上温度一年比一年更加热，和这款南太平洋多数国家，上尾也可能会变做气候难民。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世界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查报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行政议会有通过后备军人调入犹太条例的草案，订定后备军人逢调入期间，企业爱照常付薪水，也毋过这条钱企业会当减税扣掉。若后备军人逢调5届者，嘛会使摕到赏金。另外，后备军人调入津贴是以基本工资的1倍半来算。新的规定按算3月份要实施。国防部表示，新制度试行了后，拍算会增加2亿外预算。来关心自由时报。咱政府去年申请加入 CPTPP， 为着要让谈判会当顺势，行政议会伫昨昏通过经济部提报修正著作权法加商标法的草案，对于侵权重大的非法所谓盗版、散布加公开，若是下这3个要件，就会提起公诉。来关心联合报，台电推出计划性减少用电措施，也就是夜间减用电这个方案。原本是5月份要实施，也毋过即马要提早到3月份。昨昏台电的公文一出来了后，就互质疑讲，这敢是因为咱台湾有咧欠电？台电是表示，回回讲无这款代志，并无欠电，提早实施是要互用户先熟悉这个方案。来关心桃园的疫情，桃园大南仔市场自本讲有一个大头的员工确诊，也毋过经过第2届的采检，即马伊确定是阴性的。也毋过昨昏嘛传出有确诊者捌去过大南仔市场买菜，即马也找无感染源。因为目前桃园的确定病例伫头咧增加，所以防居家检疫要求隔离的人数要活3000人。总共有人伫15了后，互扣入去隔离，时间算的，今年的29暝就无法度围炉食团圆饭啊。桃园各地采检站排队是排甲落长，侪民众赶来做体检，还阁不是用手机看上新疫情的消息。知影原本各地大南仔市场有单的员工确诊，互检了后转做是阴性，所以销案，大家嘛较轻松。放松了，对，要不然孩子们对也会受到对异样的眼光。面对疫情，也是爱真谨慎。虽然大南仔市场、工课场染疫的危机是暂时解除，不过煞出现确诊者的行踪。桃园新增加2个病例，是一对母仔囝，要来家买菜，初步疫调感染源也不明。生活上是同住的家人只有2位，那另外职场的调查是在桃园某中小企业，那职场有30位，那已经完成了采检。为了确保社区的安全，大南仔菜市啊休市到2日，而且持续采检3天。也若桃园确诊者还佫伫咧增加，包括西堤餐厅、金送挂优惠群组等等相关的传播链增加7个个案。市府嘛公布上新确诊者的行踪，包括几个行政区，有几个所在是人丁较侪购物中心、百货公司、甲火锅店，还佫有高铁桃园站、往回台北、甲邦桥。
大规模做消毒。桃园疫情从初三爆发到今，目前已经有134个人确诊，采检的人数超过5万人。目前居家隔离的有要3000人，即马新政就要到啊。为了保护亲人的安全，有部分的民众可能是无法度转去围路啊。市府除了一直鼓励甲做采检，嘛宣布高中以下学校伫休馆时阵是停止社团、营队，抑阁有体育、无共学校之间的交流，要来加强防疫的管控。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国际疫情，国际上要紧。目前伫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3亿3千万例，死亡人数嘛超过558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37例，目前咱台湾即马加强18041例。中国的病例超过10万例，日本是超过20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即阵已经超过6900万例，印度超过3800万例，巴西超过23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超过1500万例，伫法国嘛已经超过1500万例。英国即马是拍算要放零防疫措施，对1月27月底开始要解除喙暗的禁令，出门会当唔免强制挂喙暗。有专家是认为讲，因为英国即阵疫情上界食力的时期已经过去啊。不过世界卫生组织是强调讲，要甲即个病对全世界大流行降级，目前看起来也阁伤早。Today marks the start of the next chapter in this country's fight against COVID-19. 英国防疫政策放零，随着防疫比计划伫要到期，首相强生宣布27开始解除大型聚会场所的强制挂喙暗命令，进入夜店这公共场所也免搁提 COVID-19 的健康证明，因为科学家认为英国的 Omicron 疫情已经过高峰期。Thanks to this huge collective effort, we're more boosted than any large country in Europe. We've created the largest testing program of any country in Europe, and we've procured more antivirals than any country in Europe. That's why we are the most open country in Europe. 英国是全球头一个因为 Omicron 变异愈发出旅游限制国家。去年12月陆续建议伫厝工作挂喙暗、注疫苗这个做法。虽然确诊数增加到新冠，住院率甲死亡率无相对大幅度提升，这甲英国疫苗加强剂注射率达到54%，也甲 Omicron 的症头较轻有牵连。因为确诊数再一次下降，所以英国决定调整政策，要甲病毒共存。同款原来有真悬疫苗注射率的西班牙，因为确诊数也是真悬，经济受到真大打击。总理桑切斯切实表示 ，Omicron 重症率甲死亡率低，所以应该考虑将 COVID-19 这个疫情为全球大流行，降为地方流行的疾病。民众嘛希望会当亲像疫情发生前遐尼自由。Que nos dejen hacer la vida como siempre lo hemos tenido, porque nos tenemos que infectar todos tenemos que tenerlo, ¿no? Pues que lo arreglen ya de una vez, que nos dejen ya ser libres. 不过，世卫组织进前强调，虽然新冠疫情到尾也亲像流行性感冒同款，不过目前无立刻改变防疫政策的条件。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同款英国过去2冬，英国伫封城期间，因的首相Johnson家己着几若届违反规定，引起争议。即马届共党的有30个保守党的议员对Johnson发起无信任投票，而且嘛有保守党的议员感觉真见效，宣布退党。英国首相强生19伫国会质询的过程，因为开舞会拄到从前以来上界大的侮辱，毋但是在野党的工党一直加骂，要甲赶落台，就连济港区的资深保守党议员都徛起来拜托强生赶紧走。You have sat there too long for all the good you have done. In the name of God, go. 强生2019年组成以来，保守党赢脱欧公投，中央地方几落场选战也拢大项赢。不过首相府一直互人逼空，过去2年防疫封城期间，无管法令的规定，门关起来伫开餐会，也引起各界不满。党内党外拢有强烈要求伊落台声音。保守党内有30个议员提交无信任的批函，予党内1922委员会要求对强生进行无信任投票。不过，离启动听书的条件54票也将远。
除了这以外，顶一届国会大选真无简单，头一届为工党的手头摕到南北里选区的席处，保守党的代表威克福议员也因为对强生伊的做法感觉真见效，19宣布退党，转去在野的工党这边。面对这少年线的压力，强生应对的方法就是讲静态司法的调查和伊清白。内阁办公厅第2常任秘书格雷受命调查首相府参会是不是有违反着防疫规定，若做发现有犯罪行为，会直接转交予警察处理。相关调查2021年12月嘛捌办过一届，负责的内阁秘书凯斯原来退出，原因就是伊家的办公室原来有违规办参会的代志。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再来看这个勇敢的查某囡仔，伊是家己一个人使轻型的运动飞轮机环游全世界。19岁比利时的少女莎拉罗斯福，伊陪5个月，伫1月20已经平安返去比利时，即嘛成做全世界上少年的女性世地球的纪录。伊飞行的期间嘛，捌降落伫咱台湾，啉过粉圆奶茶。En intéressant, j'étais un peu focusée sur ma théorie, mais non, j'étais super contente. Ça fait longtemps, ça fait 5 mois depuis que je suis ici, et donc je suis vraiment contente de juste d'être ici et de savoir aller à la maison enfin. 今年19岁，英国的比利时少女莎拉罗斯福向来机场接业人的手。这场金氏世界纪录证书，连证伊是全世界上少年一个人驶飞机环游世界。2022年1月完成。The plane obviously is a bad for the environment. I'm not trying to claim that it is, but I have chosen one of the best aircraft to do it with. The fuel consumption is amazing. For this whole trip, it's used the same amount of fuel as a Boeing uses in about 10 minutes. 莎拉罗斯福去年8月18出发，飞超过52000公里，飞过5大洲52个国家，怎么回来？伊讲颠倒怪怪，所来会暂时拢袂去别个所在。后礼拜可能什么代志拢无想要做。Coming out to Frankfurt, there was lots of rain, lots of snow, but yeah, so I had to wiggle in some valley. Flying from Russia to South Korea was really tough because I had to avoid North Korea, and that meant doing a huge detour. And at one point, the weather started worsening as well. 伊讲好佳在伫咧飞经过西伯利亚时阵，飞机无出代志。若无万一伫咧摄氏零下35度的所在要下来，阁无冻干的装备，代志就害咯。伊即阵要到台湾，去年12月14飞到台北的上山机场，对台湾的珍珠奶茶印象真好。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今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非洲加纳矿区发生大爆炸，有几若100栋的建筑物轰炸掉，即马死亡人数、伤亡的人数也无清楚。来关心日本甲法国的官员伫昨暗有进行视讯会议，双方打算要加强合作，嘛搁一摆强调台海和平的重要性。来关心近期路透社报道，美国要加速到 F-16的新战机予咱台湾，要提升咱台湾空军的防卫能力。若讲到运动，大部分的人会想到的应该是亲像头仔看到的卡球，无就是野球、篮球、羽毛球这个较普遍的项目。不过，即马有愈来愈侪人介意驾车这项运动。明仔载暗，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网节目，就要带乡亲来熟悉2021年体育运动金运奖的得奖人吴仲宪，看伊是安怎推销咱台湾奥多摆运动比赛、驾车，嘛家己总钱办比赛，培育咱国内的少年选手。赛道顶头，机车选手甲油门吹落，输赢就在1秒之间。这是近年来少年人热衷的运动。不过，对台湾民众普遍认为赛车会产生环保、噪音的问题，对这项运动无重视嘛无优先。要怎样提升赛车运动对国内正面价值？有车队甲厂商和民间协会共同拍拼。用经济的角度来改变国人的看法。台湾赛车环境主要就是政府无支持啊，政府无正面去推广，大家拢认为赛车是有危险嘛，啊飙车安尼啊，其实是介正向健康的。TSR 台湾技术精神发展运动协会创办人吴仲宪本身也是赛车选手，10多当前投入赛车运动的推广，家己开钱办比赛，
有更加侪介意机车运动的人和一般大众建立正确的骑车观念。讲实在，都靠自己的能力去弄啊，也感谢作者厂商给我们支持嘛，就是呢，尽量去推这个体育运动赛事。下一个阶段性任务就是把这些选手带到国际去，剩下个人自己造化。那我相信有机会的话，会有更多的企业会看到我们的努力，就是往国外这些去。协会指出，一场奥多麦赛事带来机车产业改装零件，甚至扩大到周边的观光休闲产业，会当带来上千万的商机。但得到2021年体育运动金运奖的吴宗宪，希望结合机车王国的优势，让台湾选手行上国际舞台。记者吴定武、吴文良台南报道。咱国内即摆实施飞行机降落了后，爱伫机场采检这个政策是新增加印度甲东南亚才会飞底度的航班。航班昨昏是实施的头一天，内底嘛包括一架对菲律宾飞来咱台湾的私人飞行机。飞行机顶的5位旅客采检拢是阴性的。这架私人飞行机是对菲律宾马尼拉起飞，飞来到咱的台湾。昨昏下晡2点多降落伫桃园机场，飞行机顶5个人接受采检拢是阴性的。这嘛是伫咧机场实施，伫机场做采检新政策实施了后，头一架降落伫桃园机场接受采检的私人飞行机。过年前，真侪店头拢化工要起价，亲像是卖饮料的春水堂，伊的粉圆奶茶、珍珠奶茶，讲要起到190块。啊，毋过物价联合稽查小组已经有去找业者参详。其实有一寡店头讲要推出好康，还佫有优待方案，要互民众好过年。欢迎开餐，尽量餐饮开谢。然后，这真好的牛排是香唔香？最近因为原料价上大起，餐饮业嘛出现一波大起价。下部会联合稽查小组，甲肉品顶游的供应商，还有连锁业者沟通，希望当暂时卖起价，或者是调降价销。去年10月份已经先起价孙东宝大式牛排，经过定询了后，决定推出190折优待活动来响应政府。他问我们说，我们公司可不可以在连锁品牌上面做一些调整，内用全面95折，到外带全面9折。那我想说，也响应政府的这些号召啦，让大家过个好年。另外，北方分级为25开始到31，提供青鱼水饺190折的优待。某一间真有名的排骨便当，卖甲8种的套餐，伫新加进前降转来原本的价销。肉品的进口商嘛答应讲暂时袂起价。也那法务部表示，稽查小组从成立以来，已经完成28间连锁餐饮业者，甲41间中盘、大盘供应商现场的稽查。查价的手段，我们并不是用高压或这个强制，而是希望说唤起大家的注意，也希望厂商呢能够配合啊，但不应该涨价的就不应该涨价啊，但如果有非法的，我们就严查严办。新加进前连锁餐饮业少年煞起价。粉圆奶茶真出名的春水堂，嘛去用发现起价，中杯的粉圆奶茶为180块起到190块，细杯是起5块。那牛肉面是一捆头起50块。业者讲，面对疫情真正力，还有关不了起价的情形之下，才会伫1月7日开始调悬价销。记者综合报道。去年8月份本土疫情转好，接落来佫陆续开放，会当伫店内现食，所以一寡餐饮服务业嘛开始咧找人。根据劳动部的统计，伫去年1月份至11月份，这工课就有112万人，其中是以餐饮服务业、营造业、甲科技产业上界欠工。问消费者敢是用餐满意，这是餐饮业上重视的部分。去年8月疫情转好，餐饮业等产业重新登载，欠工问题为9月开始大爆发。尤其连锁餐饮业因为重新开放内容，加上积极点点，真需要用人。应该是说，现在目前来说，餐饮业是大家都供不应求啦。那尤其加上我们集团一直在展店的话，的人数的话，它当然会需要的人才会更多。劳动部统计，去年1到11月救济款达到112万，也有人力银行的工作机会破纪录的成高约90万人，其中佫以餐饮、营造甲科技产业欠工严重。劳动部20公布的上升求奖倍数，虽然去年的12月1.52比11月1.84淡薄仔降，也毋过工作的机会也是袂少。因为单月的数字它本来就会
有点跳动。12月看起来是略减哈，但是其实很难讲它有什么特殊意义，因为有时候月的资料就是会有跳动。吃尾牙以及这个团圆饭的这个商机，可能会带动一些聘雇的一个需求，包括正职或兼差人员。疫情的变数出现的话，那到底会不会持续到年后还缺工的话，我是比较保守看待。专家分析，疫情影响像科技产业，因为替经济发达，令得市场活络。也毋过，甚至破疫情摊手，可能冲击餐饮等产业的欠工情况，变化有待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伫新竹的确诊者，因为伊实验者做无集中，害即马疫情调查就较困难。事实上，进前疫情较稳定的时，嘛有真侪民众无照起工咧做实验者，亲像即马疫情爆开了后，就有可能真做防疫空芳。台北市的卫生局就坦白讲，一个确诊者因着爱调查半工，若指挥官但市长嘛呼吁民众配合度爱较悬咧，若无疫情就愈好控制。我跟你确认一下有没有传闻之间的，好啊，看一下好了。继续进前，店家关系问一声，确定人客讲有落实感染实验者，因为有一寡民众无注意，就直接行入去。刚刚好像没有扫有时候没有注意到就没扫。我本人都会做啦。可能是因为进前疫情短去，也可能是疫情已经继续2年，民众的防疫感觉成放凉啊。无论是超商还是店家，拢较会发现实验者防疏忽，尤其是买物件早转去有民众伫单位前点餐，煞无摕手机翕感染实验者。伫本土疫情升悬的这个时阵，对开放内容的小食业者来讲，佫较是无奈。只是提醒一下而已啊，那个没有办法，没有强制力啊。实验者并不是强迫性，也毋过伫疫情紧张的时阵，所扮演关键角色，会当补助确诊者想去捌行过卡者，也会当减轻医疗人员的负担。进前甚至有确诊者因为无确实做到实验者卡者无完全，增加医疗难度。北市卫生局讲，但一个确诊个案医疗时间起码要半工。一个个案至少都要花半天时间疫调，而且从疫调一个点之后，可能从那边又衍生了好几个点。像比较复杂的案件，我们都会先初步疫调，先做防治，后面再来补充。有疫情起来的时候，大家觉得很重要啊；那没有疫情的时候，大家觉得很啰嗦。所以平常的时候也很难说完全去强制了哈。但是我还是跟他讲，实验室大家是互相帮忙。政府推行实验者也无强迫同齐的一定人，每一个人拢爱扫描。有民众认为，只要有一个人代表，可以加1加2的方式贴加人数都会当。也毋过，这也可能伫疫调的时阵，被记哩甲什么人同齐。指挥官陈市长阁呼吁，请民众加运用实验者，对整体疫情的控制都会拿紧。记者综合报道。2022年台北灯节注定伫昨昏顶红看是菜地树林夜市啊，希望会当带动商机。也毋过呢，即马本土疫情有较紧张，台北市副市长嘛坦白讲，伫夜市啊哪行哪食无啥妥当。那因为即阵本土疫情阁压起来，嘛已经影响到过年期间旅游业的市场。2022台北灯节注定伫树林夜市啊边仔电视，是由一只古水的虎所驾驶的台北数控宇宙飞船，要为疫情了后的时代带来新的视野，嘛期待会当替树林夜市啊带来人丁甲商机。不过即阵拄到疫情反苦，那台北市府是早就有准备。我们的线上当然也都准备好了，那至于实体的部分，一定会配合整个疫情来做最好的一个调整跟因应。那戴口罩当然就是这个不太合适去边走边吃的，这个是很务实的问题。民众踅夜市啊，上接看的都是哪行哪食，不过受到疫情的冲击，2年来树林夜市的生意是土，真无简单，生意才小可较好尔。即马佫拄着Omicron病毒，这是直接冲击北部地区。明年的台北灯节，是拢会请上百万的游客来吃。即个疫情甲经济，要安怎找到平衡呢？老板比较喜欢，当然担心啊。其实，在去年的疫情期间，其实落差真的蛮大的。因为夜市这个是算通风比较好的地方，没有遮盖嘛，我是觉得还好，就不会想要出来这样，避免一下。南部地区的帮务人员，当地的摒扫旅客捌带过的房间，会当互后一组的人客来带。不过，即马北部疫情加悬，新增的订房率嘛受到影响。在台南都有部分的旅馆，差不多有1成的人客退订房间。到目前为止，差不多有退1成左右。那我们还在持续观察。我们是积极管理、有效开放。即马新增就要到啊！
台南已经200多天无本土病例，为着请游客来行搭，这过年活动要是照办。这业者拢真希望疫情唔通恶化，互大家会当安心过一个好年。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镜头来屏东，为着要降低时段退化甲失智的风险，屏东那边乡的社区协会，即嘛是结合那边的人文产业甲景点，有开发出一套刀仔耍，希望要互老大人哪耍哪结头壳。看一个时段算甲笑嗨嗨，连十八刀仔决定行几步，行到景点都爱开钱买门票，或者是破手。规则就亲像大富翁，不过若详细甲看，这话拢是屏东那边的在地景点。原来这是社区协会家己研发的刀仔耍。阮也想讲研发一做，就是讲，互阮那边在地的老伙仔，包括少年人，知影讲阮那边的一寡特色，所以阮就利用迄个大富翁的方式，来家研发，当互一寡耆老，迄个动因的脑筋。这个刀仔耍毋若小解那边的景点甲特色。老大人阁会当用一寡假纸票练习找钱，拿游览，拿动脑筋，社区的时段拢算甲真欢喜。特别好玩，拿这内底啊，佫画到那边渔会啦，佫林边湿地啦，佫那边荷花那边溪啦，真水啦。这做好耍的吼，这拢有结合林边的一寡风景啊，阮来耍佫会当安尼。动脑筋啊，看是要摕几元啦，安尼数字上有动到脑筋啊，很好玩啊。时代拢真介意这个刀仔耍，协会也希望未来会当配合地方的文创开发，互愈侪人会当哪耍哪观光，了解那边的特色甲文化。记者综合报道。嘛是咧屏东，这是屏东的潮州青年协会今年特别甲在地公庙合作，伫庙埕举办头一届囡仔出铁马比赛，邀请家长甲囡仔来斗闹热，结合地方的信仰，希望带动在地运动的风气。听到话开始，大家出铁马随向前冲，详细甲看，乃是只长官家己撩落来骑，而且脚长手长，佮骑无啥叮当，国民众是拢感觉真趣味。这是潮州青年协会所举办的囡仔出铁马比赛，现在咱看到这阵，才是真正的主角。这里超棒、超好玩的，而且场地我觉得很干净，然后赛道也围得非常清楚，我觉得很棒，有感受到主办单位的用心。这囡仔头底安全无装备胶全，每一个人眼神拢真坚定，袂输专业的赛车选手。动棒才一个棒，大家拢尽全力冲出去，拼命冲走第一。边仔家长徛几排，边仔是真无闲，大声喊加油，佮紧摕手机来翕。伫咱潮州办介侪活动拢是首创，重点还是平时要促进我们整个亲子的互动关系这是非常重要。我也希望滑步车比赛以后我们每年都来举办运动活动真的可以大大提升公庙的形象，这个的形象非常震撼。下次我们一定会再参加。囡仔出铁马比赛伫潮州在地也是第一届举办，这回甲地方的庄头庙合作，特别经在庙埕内盛大办理，结合文化信仰，1.25望通带动健康运动的风气，佮促进亲子的互动。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嘉义中部社区伫去年有成立好时段运动的健身房，这是咱全台湾的头一间。各件数即马是望讲未来4年内，嘛要伫全国设200多间，这一款的好时段健身房。大家站起来，时代配合教练的指示，使用健身器材。嘉义县中部乡的武平社区，今年3月成立嘉义县第一间老人健身房，唔但有器材通使用，阁有教练指导。社区暗算开放予一般民众来使用，不过需要加减收一寡收费。因咧教练有专业，人安怎迄个动作要怎用，甲咱教咱才会晓。若无咱学爸母就唔知影要怎用哩吼，差足济啦。会有这样的收费机制，是说希望就是说，当然场馆维护清洁，那使用者付费的概念，然后我们也是希望说，透过就是固定的稳定的收入，可以让器材上更丰富、更多元。除了教练甲器材。社区嘛配合大学运动科系的学生，培养社区长照人才，或是大健身的观念，会当拓到别个社区。原来学的不一定会就一定要这样子用，需要一些更改，然后这样子滚动式的调整，才可以这样子真的适应在这个社区上。为了要了解这个经营模式，卫福部长教师甲国健署嘛专工来这视察。国健署表示，
未来4年内要伫全国设置200多间这种研发健身俱乐部，不过也是希望建立使用者富贵的观念，和政策的执行会当久长。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嘉义县的原住民要6000人，县政府最近是利用水上乡一间已经停办的国校把这个所在规划做原住民的文化会所，要让都市原住民嘛有传承文化的据点。所做的长老用传统的仪式替新启用的文化会所祈福。嘉义县水上乡南靖国小的正西分校，伫2015年停办。县政府即站利用这个空间，去嘉义县第一间都市原住民的文化会所。原住民在嘉义县是散居的，没有聚落但是他因为有这样的这个活动空间，可以让我们这个族人能够有一个凝聚的一个空间。住伫嘉义县的原住民人口数有2400多人，大部分拢伫番路、民雄、中部甲水上乡。原本区的集会所空间较下，县政府向原民会争取经费，让都市原住民有较好势的所在。我们的年轻人、小孩子到都会区多年以后，没有接触到我们的母语我们的母语已经濒危了慢慢已经消失。那以后有这个集会所的时候我们可以固定叫我们的小孩子来我们叫他们跟长辈一起来学习母语。嘉义县政府指出，未来会搁大大扩大这个空间，嘛会伫遮来举办教育课程或者是文化活动。希望让这个所在成做都市原住民的据点，会当发展甲传承原住民的文化。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新华消息来关心，根据警官基金会的统计，2021年儿童交通事故造成21个囡仔死亡，这甲2020年比11个囡仔比起来是加出1倍。那大部分的原因拢是细汉囡仔坐伫车内无坐安全椅。囡仔坐车时为了安全，多数家长拢会使用自动安全椅。2020年交通部修法，2岁以下的儿童强制使用安全性较悬的后向式安全椅。经济部嘛随推出规范，去年9月开始，国内厂商开始推出产品。之前是听朋友说，就说他的体重到了，或是1岁后就可以变成正向，对。然后今天才听到就是说，希望2岁前都是反向还是比较安全。警官基金会统计，2021年儿童事故当中，交通事故造成21个儿童死亡，加2020年的11个儿童小比平是翻倍成长。而且研究2021年的死亡案例，大部分是无使用安全椅等等安全设备。而且当然，疫情当中，台湾的状况是因为。自驾的状况可能变成比较多，比较不搭大众交通运输工具，为孩子准备一个后向式的安全座椅。2岁以下，事实上现在按照法规必然要做。可是如果2岁以上，孩子的头骨的稳定度不是这么的高的时候，应该尽量也还是挑选后向式的安全座椅。做后向比前向的话，相差75%的伤害。警官基金会表示，建议2岁以上嘛尽量使用后向式安全椅，虽然空间可能较矮，但是安全度真悬，嘛特别提醒羽绒外套、风毛外套这个衫材质较骨，穿咧坐安全椅会降低安全性。建议坐安全椅之前要先脱掉，固定好势了后，再嵌伫囡仔身躯顶，安全性较悬。记者郭不管张水台北报道。半暝半若是有车吭叫、碰叫，是真错人耳，卖互人困袂着眠。高雄市的环保局对去年开始有利用声音翕相的科技来抓违规的轿车，也是奥多拜，目前有开出20张罚单。车摇袂到，声先到，一下唱悬到89分贝。这台违规机车马上互电眼翕相，毋那山区半暝伫市区帮机车吭叫，噪音嘛已经超标，会害附近居民歹困。车主无偌久，就会收到环保局的罚单。在速限50公里以下的一个道路，声音照相我们超过86分贝以上，就会立即来开罚会当抓到噪音超标的车，因为环保局去年开始利用这种声音翕相的科技，伫民众检举的路段，亲像博爱路也是美术馆附近，阁有景点的道路，来取缔引进声收大声的违规车辆。迄出63万辆的一个车辆这63万辆的车辆，总共有20个车辆超过咱道路噪音的一个标准每一件会来开罚1800块以上的罚款即卖新科技听到声就会当翕相，环保局提醒民众莫超速，车辆嘛莫改装延档讲，
制作伤菜、噪音、上厝地，会当罚平8到3600。记者邓家文罗伟做高雄报道。再去看世界，镜头来瑞士。瑞士目前当地研究一款用大预防射，要来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目前当地实验的阶段。另外，在美国 CDC 最近有推出上新的喙癌指引，是鼓励民众挂 N95这款喙암，讲这款喙암才有法度阻挡病毒。对抗新冠病毒未来还有新武器。瑞士医学研究人员最近当地测试一款用大的新冠疫苗，小小的大布顶管充满真细型的注射针啊，打在皮肤顶管，只要几秒就会当把疫苗注入体内。Alors l'idée du patch, c'est en fait des micro-aiguilles que l'on va appliquer sur la peau, donc dans la couche superficielle de la peau, le derme on appelle ça, parce que dans cette couche de peau, il y a des cellules présentatrices d'antigènes, comme on appelle, c'est-à-dire qui induisent une réponse immune plus forte, notamment pour l'immunité cellulaire. 甲自传统疫苗和体内产生抗体无同，疫苗大片的目的是诱导 T 细胞的免疫作用，去攻击受到新冠病毒感染的细胞。研究人员认为，大片式的疫苗会比现主时的疫苗保护力更加好，对变种的更加有效。Για το παιδί μου, ναι, θα μπω και μέσα, δεν με απασχολεί. Αρκεί να το προστατεύσω αυτό. 伫希腊，一个32岁妈妈因为疫情严重，2021年开始唔予伊11岁查某囝读册，因为剥夺囡仔的受教权，违反希腊法律，予人判处7个月徒刑，缓刑3年，搁罚20欧元的罚金。高响乐团专心伫演奏乐曲，边仔有美法师替人客修剪头毛。荷兰政府因为防疫考虑关掉艺文场所，毋过允准甲人接触的产业，像讲美发整甲、沙龙这些所在当营业，互艺文团体真不满。所以博物馆、音乐厅临时改造做美发店，也甲美发整甲店，用创意来表达诉求。公司新闻王德文编译。苍头有降血脂、抗癌是一款好食材。严格在吃苍头的时，有当时拢会去嫌着目睭、目屎流、目屎滴，无啥爽快。即马伫国外有农业专家用24年的时间培育出新的品种。即马测这款苍头袂阁流目屎啊，而且伫英国已经有得卖啊。今年英国苍头的产季，超市的货架顶有一种新品种的苍头，甲一般传统的英国苍头比，伊的色较浅，皮较薄。上主要是伫咧切这种苍头的时阵，较袂流目屎。Pyruvic acid level within an onion is used to measure the strength and the pungency of an onion. These onions are a lot lower than you would normally expect in a standard onion, which would probably be about 7 or 8 on a scale of 1 to 10, whereas these are coming in at around 3. 苍头会当降血脂、抗癌、消耗脂肪。是营养学家正推荐的食材，无论是炊、煮的、炒的、煎的，甲真侪菜拢正下味。掩过伊正特别的咸咸的化学物质，互人伫咧处理时阵定定目屎流、目屎滴。这种用24年的时间，甲开500万美金的经费，用19个技术建出来，经验度上佳品种，培育出来袂流目屎的苍头，学名叫做 Saunier。是制药大厂拜耳所研发，而且在2018年甲专利转移给旗下农业团体巴斯夫。英国高级超市 Waitrose 按算1月18开始，在特定的100间分店销售这种袂流目屎的苍头，因为数量无多，而且产地是伫咧西班牙，一袋3粒是卖1.5英镑。甲上述的普通苍头比，价钱悬出2倍较低。美食布洛克凯利拜森就讲，伊袂去买，因为无想要做潘啊。But my kind of go-to for that is to buy frozen, ready sliced onions that you can just shove into something if you're using like large volumes of onions. But I would not want to be spending like 3 times the price of regular onions just to stop crying. I think I just put my contact lenses in, which usually helps.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世界银行有估讲，全世界的粪扫量到2050年会加7成，每年产生20亿吨的废弃物甲粪扫，不过敢若无到2成有做好回收。所以芬兰即马有一间有自做资源回收场，是利用 AI 机器人来倒做分类，希望要提高回收的效率。芬兰首都赫尔辛基郊区新开一座罗密欧资源回收厂，讲是全欧洲上先进，会当处理12万吨建筑粪扫，包括茶、塑胶、金属、经过后面的资料，建筑工业所产生的粪扫，
占欧洲所有粪扫量的36%。回收建筑粪扫的过程真复杂，因为要处理的材料资讯有限，甚至真危险。这个时阵 ，AI 机器人就真好用。12台 Robotics 的机器手，伫倒三共甲回收物分类，伫塑胶内面甲查竞菜，伫石头堆内面经做金属物，正是有价值的会当回收的材料拢总竞菜。The key thing for these robots is that they actually identify the waste objects on the belt. So they look at each and every object that comes in the belt. 机器人先用点香机、3D 感应器加金属探测器扫描回收物，过来用人工智慧的大脑来辨识，看安怎摕上方便。机器有先用几多千张的回收影像训练过，会当辨识超过350种无同的回收物。机器手真流利，也佫真有力，会当摕超过30公斤重。And frankly, given the amount of hazardous objects on the belt, it's really not a good place for people to put their hands on these kind of sharp edges and other dangerous materials. 罗密欧的执行长迈尔讲 ，AI 机器人可以回收厂回收率自原本的50%增加到90%，伫全世界拢要进行粪扫减量。AI 机器人会当伫这部分斗3工。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辑。社会关心今仔日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加15度，上悬19度；中部的温度上加15度，上悬22度；南部的温度上加16度，上悬是26度。东部的温度上加16度，上悬24度；外岛的温度是10度至20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咱再会。